各位觀眾，未來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，其實今日係帶佢哋嚟穩定明日救星。噔噔，胡鬚博士呢個衣櫃好犀利，佢可以變做時光機，隨時幫你哋去揾到未來救星。未來戰士就聽過啫，未來救星係邊一位啊？等陣你就知㗎啦。唔開心嘅事啊，咪默書唔合格咯。知道你已經盡咗力㗎啦，再接再厲，下次一定可以合格嘅。等我試下，幫唔到阿女啲成績，我覺得自己唔識教女，好冇用。點會冇用啊？你平時做嘢咁忙，但係照顧阿女嘅起居飲食都仲照顧得咁好，又教識佢待人接物喎，已經係好叻㗎啦。阿女成績嗰度，我哋再諗諗計啊！到我啦，同學成日笑我老土，我都想變成好似佢哋咁樣啊！女大18變啊嘛，人哋嘅睇法係改變唔到你㗎。真正改變自己同進步嘅咧，係由你點睇自己開始。要同自己講：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仲有公司啲 project 做極都唔完，咁咪好咯，不停有新嘢學，不停提升自己嘅能力。不過最正嘅係有老公分擔屋企家務。跟住有請第5集嗰位好搞笑嘅爸爸，等我分享先。做得好。第3集呢，至於第4集就係帶出勤儉節約嘅美德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咧，少不免會有唔同嘅煩惱，所以咧，我成日都同屋企人講，要 keep 住堅毅樂觀，凡事加點新嘅角度，向好方面諗多啲，幫我哋保持正向嘅思維。唔單止係中國人嘅傳統美德。好啦，同大家回顧咗咁多好家風，係時候返屋企同屋企人食飯啦。